亚伫台中台里的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是传出教保员不当管教，罚囡仔去走运动场，佮举家刀甲囡仔恐吓。教育局是表示，经过调查，确实是有影，教保员、幼稚园拢互处罚，计共罚91万，而且这间幼稚园一年来嘛袂使招生。学校开园上课拢正常，台中台里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，日日传出不当管教幼生。台中市教育局调查一礼拜了后，遂宣布对教保员、幼儿园和负责人重罚，而且叫因停教1年。当事囡仔的家长听到消息，感谢市府加紧的处理，希望犯错的教保员爱真正反省。可能需要请他好好就是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，然后要好好对待小朋友。希望不要再犯了，因为每个小孩子都是家长的宝贝啊。第3个月内面有真侪家长少年所反映，讲囡仔唔敢去学校，讲幼稚园内面有一个姓杨的教保员涉嫌恐吓和霸凌。台中市政府到学校稽查了后，园方讲操作不当，造成监视影像无得看。教育局经过调查，教保员体罚学生走体育场，这特教生佮摕家刀恐吓幼生行为拢是事实。照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和幼儿教育和照顾法来重罚。教保员罚40万，而且4年袂当伫教保机构来做工课；幼稚园罚30万，而且停教1年。负责人、行政主任共班的教保员嘛，红罚拢总罚91万。将体罚不当管教的教保员管制4年，不得在教保服务机构任职，并且重罚。教育局并勒令该员停招1年。负责人、行政主任、同班教保员也依照规定重罚。绝不姑息宽待。和台中市教育局重罚严重定处，但是园方无愿意回应。台中市政府强调，若目前园生的家长有转安置的需要，会当甲教育局问，会得到完善的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